没有？那个肢体光辉代表我们下面都按教会的消息。你看刚刚说了说，然后大家有没有新的面孔？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吗？身位的同学，来，哎，欢迎你们。他是研究所3年级，然后他是南投的布农族，叫洪美爱。红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南投县的那一乡的布农族，欢迎你。这个也是我的学姐，社工系4年级，然后她是泰雅族，然后叫张雅涵。大家平安。我来自苗栗县泰安乡，然后我的名字叫李木雨有命，然后我这里有在波拉旦教会实习，然后我有来过这里。谢谢。无论在哪里，在耶稣的爱里，我们都能够聚会，我们都能够在一起结婚。欢迎你们。但多嘛，一般都你们爱过你不爱，也欢迎你们。可以到这来呀，欢迎你们啊！也为我们自己。乐声祝福领袖局长老钟梅花执事、马香慧组长、郑美玉组长、陆高春梅组长等今日的礼拜五花花相遇。这个是3月份的奉献，3月份的主日。谢谢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带领今天的聚会，谢谢你们辛苦，愿上帝祝福你们。78天礼拜五，弟兄会怎么干？这是祷告会吗？首先开始的我们要把圣经研读为主，圣经研读，然后特别是长老指示也放在心上，也多礼拜五晚上，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不过你干了。就刚才说，特别是长老指示礼拜五晚上利用一个7点半开始。礼拜天的第5周就下个礼拜天，你们小组训练，请长职信徒来参加，带领们教会的小组聚会，来体会这个教会的同工。大家刚刚就是聚会完了以后，请留步。第6日有参与教学的长职们，下星期就是30号聚会完了以后，请留下来填写可以教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布朗马的时间内收干母语教学。那今天大家的长老指示我们的弥撒母语填写表格里面都是弥撒是语气。好，我相信我们长老指示跟我们会读母语，然后弥撒里啊。看一下报告栏。那现在的今天是爱的真谛，我的答案。颂荣爱的真谛。很多大家请起很多我们就请我们的牧师来做祝福的祷告。爱是很久忍耐又
不起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利处，不起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Kasama Yesus Kristus menangani kepada malam. Sembelihkan suyang dia, musuh-musuhnya pasayan, anak beda keduan. Amin. 아멘. Belum kena. Modal satu.